合湾山开始落冰粉，这也无算是细。但北季风的影响，加上水汽多，南投合湾山附近为下午6点外开始落雨势，8点外搁落一摆。民众是要去山顶看势，下午10点开始去武岭和上细路的车，拢会去倒雪链，才当使去山顶看势。山顶落冰粉，平地乌阴天落雨，南方云系为北平雪，中部以北拢伫咧落雨。大范围落雨的信号，同为南平往北平山顶东。气象局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，伫咧基隆、新北、花莲和台东拢会上大雨。降雨的部分的话，应该最明显的会是在今明2天。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一个影响，所以其实各地都会有一些阵雨的一个部分。从今天一直到周日这段时间，各地都会有局部的一个阵雨。那到了周一开始呢，水汽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。是要出外去绕绕咧，塞红眼的车、塑胶套包甲目睭睭。这场雨会落到后礼拜2，高温加加嘛伫咧17度8。拜6礼拜东北季风变势，高温嘛差不多伫咧20度外。后礼拜1会阁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民众出门拢要加注意天气的变化。